来关心非洲的国家苏丹，内战已经战半冬，而且是愈战愈凶。顶一日首都有一栋地标大楼就受攻击，规栋烧起来。伊若这场战乱，这个单已经害700多万人有路无厝，尤其是长。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اليوم بتاريخ 17 سبتمبر 2023 حوالي الساعة 2 صباحا قام الكيزان الانقلابيين الجيش الإرهابي قام بقصف معلم من معالم المدينة. 苏丹爆发冲突的2边，从4月份内乱以来，冲突愈来愈严重。8日礼拜，首都克托木这栋真出名的地标——尼罗河石油公司总部大楼受到攻击，规个捣毁。2个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人，伫 ON 一直冲出来大楼头前拍片指控讲，这是政府军采取打土政策的结果。这座塔顶有金属库的大楼，是伫2011年南苏丹独立进程石油大促进发展的时期起的，是苏丹起早开上侪钱的建筑之一。 不过，在政府军甲叛军小在地盘的战乱当中，即嘛是已经乌有去。苏丹长久以来是真无稳定，从独裁领袖巴什尼2019年去互推翻了后，军方内部权力的斗争，从到当时拢无停歇。这波内战已经致死710万人有路无厝，人数是4月份冲突爆发进程的2倍多。一个老母带囡仔为克托木逃去东部，敢来当暂时去南边营店咧。 We've been living in this camp since May, and we don't know when we'll return home. The future's undefined for us and for our children, who are paying the cost of this war. 人权组织指出，苏丹境内难民的人数是全球上济，其中有一半囡仔处境是更较烦恼，因目前拄着老土症、马拉利亚甲营养不良的问题。冲突若是愈来愈加悬，恐惊会产生更较侪亲像囡仔工、甲囡仔犯罪问题，呼吁外界都要重视。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